哦，是。今天这个菜做的很好，李师傅。味道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啊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不管下次开。好好啊。这个味道吧，咱标准吧，228在吧，我吃很满意吧？满意，很满意。是满意的啊，很满意。不管，咱下次开。啊，好嘞。味道了，高完拿菜不管，我都是第二次来拿菜不管，他改，都烤出来啊，都烤出来。这满意不满意？反应都很好。好，哪个菜不管，他改。菜一个味道，一样标准，一样菜味道，我都能把这上。哎，咱搁原先不是纯老熟食，味道咱把这上，是吧？味道很好啊，量也大，味道也好，人家也很满意。精饮食味，说是是那是，我可是饮食味。李师傅在，不是这多。好，谢谢，好，不用客气。好嘞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李师傅。不管，我这还有。咱都改啊，咱回头喝我今天。李师傅，好，菜来了，今天的菜做的很美味，很满意。高兴，好嘞，满意的话，好嘞，共同干杯。好嘞，来了。